哇，总监，这里这么漂亮，又带我来澳门哪里喂啊？今天你唔係成日話要食雪卡咩？今日咪帶你過嚟食下雪卡咯。这个雪茄店的话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啊？這個雪茄最特別的是什麼？它全部的貨都是 PCC。那怎麼證明它是 PCC 呢？第一，我們要有太平洋的授權，亞太地區太平洋授權是唯一的官方行貨商。第二，現在的新版的都有這個 MFC，只要拿個手機一碰，就直接跳出鏈接過來，你就能看得到它是真的還是假的。還有一個很重點的事情 ，PCC 的貨全是通冷櫃運過來的。還有酒櫃。我睇啲酒，整翻支我哋呢啲乜都唔識，淨係識呢個牌子嘅，整支落飛威威佢哋。好啊，你埋單啊！這裡可以回家品威士忌、紅酒，環境別提有多享受了。嗱，呢度咁私密嘅空間，喺澳門發生咩事都係你度傾下啦。認住對面美高梅個斑馬線8號，認得佢啊！嗱，響我總監嗰度有驚喜啊，一定要響啊嗱！